上帝創造了第一對男女，並將他們安置在一個美麗的伊甸園中，希望他們能信服他，盡情享用園中樹木的果實，繁衍後代，遍滿地面，耕耘土地，管理一切生物。但他們拒絕信服上帝，於是上帝將他們逐出伊甸園，人類從此開始獨立生活。時至今日，人們依然行着令上帝不悅之事。他們分裂成不同的地域和宗教，崇拜自己親手所造之物，崇拜人，崇拜上帝的造物，卻唯獨不崇拜上帝本身。然而，上帝並沒有將人類的後裔棄於如此悲慘的境地。縱觀歷史，他竭盡所能，確保那些願意信服他的人，將來能夠永遠生活在世上，並繼續信服他。上帝已經建立了他的國度，這國度將除毀一切國度，而他自己卻將永存。信服的人必須歸向神的國度，願利這願利神的世界。在神的國度裏，君王是耶穌，神曾預言過他，並賜給他地上一切的權柄。耶穌說，將來他會帶着天使再來，將那些作惡的人從他的國度裏擄逐出去，他的國度遍及全地。只有義人才能留在神的國度裏。耶穌也教導我們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父神。父神所要的就是這樣敬拜的人。要明白那些行為令神不悅，必須悔改，歸向神的國度，並將這好消息分享給他人。